大家好，又係我房哥。呢一集嚟傾一傾，依家中山咁樣嘅大環境，經濟又喺度下行，中山而家呢個行情，房產仲可唔可以買呢？而家年底啦，會唔會更加平呢？再過多10日都要迎嚟2026年嘅到嚟啦。今日我先嚟講下中山樓市實實在在嘅現況。首先，你先冇理上半年中山呢個樓市行情，吹風吹得有幾火爆，有幾猛，都冇必要去聽人哋講屋苑行情到底係升定係跌。如果你係屬於下面呢幾類人，你先聽我一句勸啦。當下啲大環境呢係唔明朗噶啦，冇必要嘅先冇考慮買樓。呢句話一講出嚟啊，肯定好多人嚟反駁我啦。咁呢仲會有人話我，你日日喺呢度勸人哋冇買樓，咁你做埋一個房產經紀，靠咩嚟食飯啊？冇錯啊，我就係一個普普通通嘅房產經紀，一年到頭嚟呢，我都係靠買樓嚟食飯嘅。但係呢，我賣多一套房出去，我發唔到財；我少賣一套房出去，佢都餓唔到我。但係對於一個普普通通嘅家庭嚟講，買錯咗一套樓啊，成家人或者3代人半世打拼翻嚟嘅全部積蓄，可能就係咁樣一下子全部冇晒啦，全部打晒水泡。我唔可以為咗賺個少少雞碎咁多嘅中介費，將信任我嘅朋友仔全部推落去火坑嗰度去啊！尤其係嗰啲工作又唔穩定，收入又唔高，仲時好時壞嘅朋友仔，甚至有啲連首期款都要問埋親戚或者朋友去借翻嚟嘅。仲有啲人仲離譜，為咗所謂嘅面子，頂住頭皮，硬住頭皮去買間屋翻嚟嘅，仲係做埋零首期添，30年嘅房貸。朋友仔，喺呢種情況下，難道你係喺度供樓咩？你簡直就係頭上頂住個地雷喺度，分分鐘同你炸埋佢。我見過太多大陸人，而家仲喺度碌住信用卡去還房貸，去過生活嗰種人，佢嘅日子過得摳摳騷騷。呢種苦日子，我勸你千祈唔好去試啊！一日都唔好去試，佢簡直唔係正常人過嘅嗰種日子啊！我再講多一遍，一定要警惕所有人，千祈唔好以為零首期係執大漏。天底下邊有咁多好事，邊有咁多好嘢益俾你啊？俾你執漏，邊有咁大嘅蛤乸隨街跳？大多數以上嗰啲全部都係慳係福。當然，如果你確確實實需要買一套樓嚟養老或者改善，手入邊嘅首期同埋存款都係夠嘅，收入又穩定嘅，月供又穩定嘅，喺唔影響成屋人生活質量嘅情況底下，咁你應該睇嗰陣時就去睇，應該買嗰陣時就去買。但係你千祈唔好焦慮，因為而家呢個行情呢，你心態一定要調整好。
你千祈冇去聽人哋嗰啲人洗腦啊！聽人哋亂噏噏，錯過呢一套就冇啦。你一定要聽我講，定啲嚟，冇衝動。而家當下啲樓市呢，已經唔係以前啦，今時不同往日。好多發展商唔降價，你根本連一套房都唔賣唔出去。剛需買樓一定要牢牢記住，第一，先睇下自己嘅銀行卡上邊啲餘額，再嚟辦事，冇去盲目去做高貸，去做低首期，去做零首期。第二，優先選擇喺主城區或者喺城區邊上嗰啲板塊嚟買樓，呢啲區域呢，有中山最好嘅醫療、商業、交通、學區、地鐵、公園、街市，一定要揀以上附近有配套成熟嗰啲樓盤，每日都要用到嘅配套係唔可以少噶，佢仲可以幫你慳落嚟非常之多時間同埋金錢噶。第三，同樣嘅價格，盡量可能去選擇，哪怕係細一啲嘅三房，都冇去選擇嗰種大面積嘅兩房啊！因為兩房未來嘅流通同埋保值都會差好多嘅。如果你睇完呢條影片都攞唔定主意嘅，又或者你已經嚟咗中山睇過好多樓盤，都睇唔明白，唔知點揀嘅，仲頭暈咗添。咁你而家私信我，將你嘅總預算，仲有上嚟購買嘅區域，你發翻俾我，我嚟幫你詳細咁分析。喺中山買樓，你揾房哥就絕對靠譜嘅。你俾我一份信任，我還你一份責任啊！好啦，呢一期嘅影片呢，房哥呢就講到呢度呢，就尾聲噶。我哋呢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